成功設計誠意推出裝修101家居維修服務，即時預約上門維修。成功設計持有小型工程牌照及 ISO 9001國際認可。維修方面，由10年經驗以上專業工程人員負責。第一步 ，WhatsApp 提供維修現場拍攝、情況簡述、預約提供免費報價。確認報價後，客服人員安排專業人員上門維修。如有需要上門檢查，費用600元。確認報價檢查費可以退，服務接受轉數快及現金支付，快捷方便。維修服務包括油漆翻新、滲水檢查、水電、冷氣、鋁窗、木工、清拆等等，維修輕鬆冇煩惱。如年滿60歲或以上合資格業主，我哋可以協助申請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。歡迎隨時 WhatsApp 聯絡我哋查詢。